聊的月光暝，来引阮思念着故乡的哥哥。哥哥，你现在大概真无聊寂寞，来咧等候我转去故乡。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，也袂得通达成着我的希望。我有时时常想要写批寄予你，毋过恐惊来加添着你的悲伤、你的忧愁。但是哥哥，你爱着来信用我，我毋是迄款无情的女性啦。若是黄昏到，月娘要出来时，我的心肝。若是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，加添阮心内悲哀。你要甲阮离开彼一日，也是月要出来的时。只好来拜托月娘，替阮讲互伊知，讲阮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一日转来。